Hello, it's Fanner. Welcome back.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新年的刚刚开始，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毛利神话中天地初开的故事，并且和中国神话进行一个比较。无论是毛利神话还是中国神话中，天地的起源都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充满力量的主题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个神话故事，看看它们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聊聊在毛利神话中天地的起源是怎样的呢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之间最初只有黑暗，称为 Tepo， 就是黑暗的意思。在黑暗中，天空之父 Ranginui 和大地母亲 Papatuanuku， 他们就像这样紧紧相拥。天空之父和大地母亲的子女就在他们之间的这个位置。随着 Ranginui 和 Papatuanuku 的子女越来越多，有70多个孩子，所以他们之间的空间就显得越来越拥挤。他们的子女越来越觉得困在父母的拥抱中无法生存，于是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，Ranginui 和 Papatuanuku 的其中一个儿子，在他们之间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空隙，里面透出了一个亮光，于是他从爸爸妈妈的怀抱里爬了出来，发现了外面有光明的世界。于是他把这个信息带回到了他的所有兄弟中间，并且跟他们商量要把父母分开。于是孩子们开始开会讨论如何将父母分开。在分开期间，战神 Tumatawin 拿着他的斧子，一下从中间将 Papatuanuku 和 Ranginui 分开。紧接着，森林之神 Tanemahuta 将他的背平躺在 Papatuanuku 大地母亲的身上，双脚抬起向上支撑着 Ranginui， 使他们逐渐分离。风神 Takirimatia 在4个边界放上了4个柱子，4支风柱，以防由于引力的作用再次回去。在那之后，天空之父 Ranginui 的泪水洒向了 Papatuanuku， 化作了雨水，流向大地，表达他对 Papatuanuku 大地母亲的思念之情。大地母亲 Papatuanuku 将这些泪水聚集成河流，生长出植物，伸向天空来诉说着他的深情。好，介绍完毛利神话之后，下面是中国的创世神话盘古开天辟地。在中国神话中，天地也同样始于一片混沌之中，像一个巨大的蛋，也是这样子。而盘古是在这个天地这个巨大的蛋里面孕育的一位巨人。他苏醒后发现身边全是黑暗，而他不喜欢这样子，于是他拿起了一个巨斧，从中间把天地劈开，轻者上浮者为天，而浊者下沉者为地。盘古为了防止天地再次合上，他用自己的身躯支撑了无数年后，直到自己的身体化为了自然的一部分。盘古的头发化作了森林，他的血液化作了江河，他的呼吸化作了风和云，而他的双眼化作了太阳和月亮。毛利文化和中国文化虽相隔万里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它们都体现了人类文化与大自然的密不可分，以及在神话故事中揭示了自然力量循环的道理。你还知道其他文化中关于天地初开的故事吗？欢迎在我评论区里留言分享与讨论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Kakiteyano